早幾日咧，我喺 IG 度碌到條片喎，條片入邊咧有3個大媽級嘅女士咧喺 K 房入邊唱 K，一個咧就唱得勁 high 嘅，另外2個咧就喺度伴舞，3個都玩得好忘我嘅。呢個情景咧即刻令我諗起聖杯3呢張牌，3個女仔拎住酒杯，好開心咁樣喺度載歌載舞。其實望到呢張牌，我真係好感慨嘅。佢哋之間嘅姊妹情咧，去到呢個年紀都仲可以玩到咁放。記得以前細個咧會填紀念冊㗎嘛，咁啊入邊一定會寫友誼永固呢4個字。不過人越大咧，就覺得友誼永固真係一個奢望嚟嘅。就算當年點樣熟，當年點樣死黨都好，之後都會因為家庭啊、事業啊、工作啊，甚至移民啊而逐漸疏遠嘅。想要有呢啲 gathering 都唔知等幾多年先有一次。奉勸大家就珍惜眼前人，唔好因為一啲小事啊、小誤會啊而白白斷送咗一段得來不易嘅友情咯。好，咁講翻塔羅牌，聖杯3咧係小牌嚟嘅，咁有聖杯，杯入邊有水，即係水元素啦。水元素咧係講情感啊、情緒啊、人際關係啊，而靈數3咧亦都係講溝通啊、豐盛啊，呢啲全部都係聖杯3嘅牌意嚟嘅。喺占星角度嚟講咧，小牌2、3、4都係屬於開創星座，水象加開創即係巨蟹座啦，係積極開啓新嘅局面嘅能量嚟嘅。換句話說，即係友誼嘅建立啦。而巨蟹座亦都係代表北半球嘅夏天，亦都係講緊萬物繁枯同埋生命力旺盛嘅時期，會覺得係好豐盛、好開心嘅氛圍。而根據占星嘅3分法咧，聖杯2、3、4嘛，3咪夾喺中間，所以佢係第2區間嚟嘅。所以佢除咗有巨蟹座嘅主色調之外咧，仲帶啲天蠍座嘅質感。換句話說咧，佢哋對於呢段友情咧忠誠度會比較高嘅，甚至帶有少少嘅佔有慾。而根據黃金黎明嘅加勒底牌序咧，呢個巨蟹座嘅第2區間咧係屬於水星嘅範圍，而水星咧係代表信息嘅交換啦、溝通啦、聚會啦同埋社交嘅。以上嘅種種全部都係描述翻聖杯3呢樣嘢咯。如果大家對聖杯3有啲乜嘢睇法嘅，不妨留言俾我啊！